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的设置条例草案已经通过啊，主要就是要来负责整体的国家语言的研究、保存，也有政策的建议等等。不过，若做是高一项语言的业务，就是由原民会、客委会、教育部，也是讲文化部来分工组织。亲像是台语，就是由文化部来负责。那整体的发展方案是打算要用5档300多亿的经费来打造友善的语言环境。 有学者指出，那应该设置一个台语事务委员会，来专门推动台语相关发展的业务。部长，您觉得呢？你认同吗？认同啊，因为我们目前就是朝着先要成立一个像多语言发展的一个文化中心。 针对台语团体专家学者等等5万成立台语事务委员会，文化部长李婉6月初6日立法院备询时，表示有咧研究设立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来做推动国家语言的专职机构，台语嘛包括在内。为着要促进语言文化传承、发展甲永续发展，6月27日行政院会也通过文化部提出的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设定条例草案。针对院长就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条例草案的裁示。 决议1通过，函请立法院审查，函请立法院审议。2语言是基本人权，多元包容是台湾民主的价值。为落实国家语言发展法，营造平等友善的多元语言环境，让每位国民都能够更自信、尊严地使用自己的母语。 不过，文化部表示，若是各族群语言的相关事务，要是照目前客委会、原民会、文化部和教育部4大部会的分工，像台语、马祖语和手语，主要也是文化部负责，教育部是负责国家语言教育的相关事务。另外，根据文化部草案，打算要以行政法人成立研发中心，这个中心主要是负责整体国家语言的研究、保存和政策建议等等来落实定考的功能。第一个，能够进用专业的研究人力来进行专业的研究能量。 落实智库的功能，也能够跟相关单位的合作来发挥创新功能，带动产业发展。最后希望能够整合相关的一个语言主管机关，来强化资源的连结。 行政院表示，这个草案后续会送入去立法院审议，嘛请文化部积极和中央党团协商，赶紧完成立法的程序。另外，根据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行政院打算要投入5年321亿的经费，来打造国家语言友善的使用环境，维持语言文化多样性，嘛提升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和自信。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